歡迎收睇今集嘅經營有道。今集嘅主題，相信你一定會感到興趣嘅，就係講暴富。今集咧會講下一啲係暴富嘅故事，到底呢啲暴富係有冇一條成功嘅方程式嘅呢？如果你都想快啲暴富嘅話，記得呢條影片咧係睇到最後喎。而你有冇諗過啊？其實古代嘅人係點樣暴富嘅呢？成日都有人話古代嘅經營環境同今日已經唔同啦，所以咧古代已經係冇可借鑑之處，又或者東方同西方嘅商業文化咧係有好大嘅分別，所以咧我哋要適時按照住唔同嘅環境咧係調校我哋嘅商業政策。呢兩個嘅觀點咧我都係認同嘅，但係另一方面咧，今集咧亦都想提出啊，縱使係古代又好或者東西方又好，其實咧佢哋都有一啲嘢係共通係可以承傳嘅。咁今集我哋咧就會舉出3個係做得非常之大嘅暴富嘅人，或者係成個家族啊嘅故事，睇下我哋點樣喺呢啲嘅人或者故事嗰度咧係得到啲嘅教訓，或者得到一啲嘅意義咧，令到我哋啊可以更加容易邁向暴富喎。咁首先第一個要講嘅故事就係嚟自清朝嘅胡雪岩。早幾年咧有套電視劇叫《紅頂商人》咧，其實就係講緊胡雪岩嘅。咁佢係邊個嚟嘅咧？其實咧佢就喺清朝嘅洋務運動期間做得非常之大，可以話係清朝嘅首富嚟嘅。而胡雪岩啊，其實咧佢就出身咧係貧寒嘅家庭，咁咧喺細個嘅時候就要周圍去做學徒，包括啦係做一啲嘅記帳啦，又或者做一啲嘅銀行嘅跑腿。咁啊喺做銀行嘅時候咧，就得到老闆嘅賞識。而點解會受到賞識咧？就因為胡雪岩呢個人咧，其實係非常之講信用嘅。當佢要記帳啊，周圍去問啲人去交翻啲數嘅時候咧，咁啱會遇到落雨咧，佢會係打傘嚟幫呢啲人咧係渡過呢啲風雨。而久而久之咧，胡雪岩就因為呢一個品德高尚嘅行為，就係落雨嘅時候咧會幫人係遮風擋雨咧，而慢慢咧係變得知名。咁佢當時咧做緊一間錢莊叫富康錢莊。當個老闆要退休嘅時候咧，因為佢多年係目睹到胡雪岩呢一種高尚嘅品德，於是咧決定咧將呢個錢莊咧係繼承俾胡雪岩，就令到佢咧開始佢嘅從商之路啦。而胡雪岩啊繼承咗錢莊之後咧，就將呢間錢莊慢慢咁樣做大。佢都有幫到一啲落魄嘅官員，例如一個叫黃有齡啊。咁呢個官員咧後來咧可以翻到身做到浙江巡撫，然後佢就將一啲嘅軍事嘅一啲項目咧係獨資俾胡雪岩做，於是咧佢就越做越大。後來咧亦都幫咗另一個官員叫做左宗棠。咁跟住佢又自己開咗藥房叫做胡慶餘堂。咁即係話佢除咗做銀號嘅生意，亦都開始係賣藥。咁呢個胡慶餘堂咧入邊有2個牌匾咧係非常之出名嘅，一個叫做戒欺，一個叫做真不議價。戒欺咧係指係唔準欺詐，真不議價咧亦都係講緊唔準抬高產品，要用一個誠信嘅態度將一啲產品咧係賣俾客人。除咗藥房同埋係銀號之外咧，其實胡雪岩仲做好多嘅生意嘅，包括咧係賣絲綢啦，亦都有協助政府咧去搞福州船政局。咁即係話係幫清政府咧起一啲現代嘅軍艦。咁胡雪岩嘅故事係一個清朝嘅故事啦，已經過咗100幾200年，對我哋嘅教訓到底係啲咩呢？首先就係高尚嘅品德同埋誠信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呢樣嘢對現今依然都係適用，因為做生意咧好多時你都會聽到有人話係講個信字，如果冇誠信啊，點知俾咗錢你會唔會係走數，會唔會係冇貨交嘅呢？第二樣嘢就係要了解到當時嘅政策，就好似今時今日，如果要做生意，你會唔會了解特區政府有咩政策呢？你知唔知道一帶一路實際係做緊啲乜嘢呢？你又知唔知道美國或者英國一啲大國佢哋嘅經濟措施對中國或者對香港有啲咩影響嘅呢？喺胡雪岩嘅時代，佢係同當時嘅政府緊密合作嘅。例如話左宗棠等等嘅人咧，都同佢非常之有密切嘅關係，因此胡雪岩咧嘅綽號亦都係叫做紅頂商人，即係話佢喺商業同埋喺官場嗰度咧都可以有一定嘅影響力嘅。如果你要做起一個生意，其實你都需要知道個政府嘅政策係乜嘢嘅，包括例如佢會有一啲嘅資金可以幫助你，令到你嘅業務更加擴展開去咧，又或者係有冇一啲嘅產業係而家個政府正喺度推動緊嘅。
嗱，有趣嘅係講到胡雪岩喺清朝做得非常之大，甚至一度成為首富。你知唔知道胡雪岩嘅下場係點樣呢？其實佢係破產收場嘅。咁就係嚟自於佢晚年係想壟斷絲嘅貿易，同外國嘅商號咧係嚟咗一場壟斷戰。但係咧，因為當時嘅李鴻章政府咧係冇支持佢，亦都因為當時咧係正係打緊仗，令到嘅絲綢嘅運輸咧受到影響。最後佢咧係資金係周轉唔到咧，喺短短幾個月嘅時間，間公司咧由幾十年啊非常之深厚嘅財力咧係突然間係變得破產。而胡雪岩咧喺呢一次破產之後咧，亦都翻唔到身。咁呢一點係講緊啲咩咧？就係一啲嘅富豪，其實咧佢唔係一朝就會暴富嘅。喺呢個暴富嘅過程咧，有時係會經歷一啲失敗，亦都唔少嘅朋友咧係經過呢啲失敗咧，可以叫做翻唔到身，又或者覺得受到好大嘅挫折嘅。而胡雪岩嘅故事就話俾我哋知，有啲人咧係做得成功嘅時候咧，我哋要去學習佢哋，但係咧係有啲人做得失敗嘅時候咧，亦都需要學習係避免重複同樣嘅錯誤。而呢一個胡雪岩嘅故事咧，就提醒我哋咧，有時係做一啲投資嘅時候，可能要比較審慎，唔係全盤咧壓咗喺一個你覺得必勝嘅生意，偏偏咧可能遇到一啲突發嘅情況咧，就會令到我哋咧係再翻唔到身啦。好啦，第二個故事亦都係講緊中國嘅。今次咧就係講一個比胡雪岩更加古代嘅人，係春秋時代嘅陶朱公范蠡。嗱，范蠡係邊個？你可能未聽過，但係佢個女伴你應該會聽過，就係叫做西施。咁范蠡其實係個咩人嚟嘅呢？其實佢細個嘅時候已經非常之聰明，睇好多書，諗嘢非常之快。但係咧，因為冇人賞識，所以嘅行為咧比較係古怪嘅。直到當時有一個叫文種嘅人咧，係知道咗范蠡呢個人非常之聰明，就想請佢出山去幫助當時嘅越王勾踐咧係復辟。咁因為越王勾踐佢嘅爸爸係被吳王夫差殺咗之後咧，其實佢就想去報復，但係就打輸仗，於是咧就變咗俘虜。你可能會聽過一個成語叫臥薪嘗膽，其實就講緊越王勾踐喺被吳王夫差軟禁期間咧，係瞓喺一啲非常之粗糙嘅柴上邊，亦都咧經常咧係舔一啲嘅苦膽，提醒自己嘅歲月咧係好刻苦，而又激勵自己你要快啲係振作起嚟，係打贏吳王夫差嘅。而文種同埋范蠡咧就係其中兩個協助佢非常之重要嘅人。咁及後咧係呢場仗係打贏咗嘅，越王勾踐咧係成功復辟。但係咧，當你以為打贏咗仗就會係升官啦、加爵嘅時候咧，范蠡咧就睇穿咗，其實越王咧係不可係共富貴，只可共患難嘅啫。於是咧就請求咧係退朝。咁於是佢就歸隱，展開咗佢嘅從商之路啊。咁范蠡嘅從商之路咧，其實亦都好得意喎。佢唔係一開始就成功嘅，而係經過咗三起三落，有3次嘅破產，但係亦都翻身咗3次。佢當時係做啲咩生意咧？包括係賣魚同埋賣一啲嘅農產品。嗱，今日咧有一本書叫《養魚經》咧，就係由范蠡所寫嘅。呢本書係講咩咧？就係點樣養錦鯉可以發達。因為范蠡咧已經看破咗官場嘅嗰種爾虞我詐，又或者係冇辦法共富貴呢啲等等嘅特質咧，佢於是選擇咗係經商。跟住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出現啦。你有冇留意而家嘅社會好多時咧，老闆就歸老闆，打工仔就歸打工仔，佢哋咧係楚河漢界，屬於兩邊截然不同嘅人士咧。你有冇諗過其實你之前一啲唔係關於做老闆或者創業嘅經驗都可以幫到你咧？嗱，范蠡佢之前咧係做官嘅，但係做官嗰種同唔同國家或者同唔同官員打交道嘅呢個能力咧，喺個從商嘅時候咧就得以繼承落嚟啦。於是其實佢無論賣咩產品都好咧，佢都可以好輕易同唔同嘅客戶打成一片，然後賣出佢嘅產品嘅。嗱，范蠡一個好出名做人嘅信條就係要知所進退。喺做官嘅時候，佢就知道咗喺越王勾踐嘅政府咧，佢冇辦法係任官職，甚至可能會咧係有殺身之禍。而正正同佢一齊幫助越王係復辟嘅嗰位文種咧，就被勾踐咧係下令要自殺嘅。而去到做官嘅時候，范蠡亦都知所進退，知道咗一啲產品其實係賣唔到嘅時候咧，佢就會去轉賣其他嘅產品。佢嗰時賣產品嘅原則係咁樣嘅，就係睇下咩時候賣啲乜嘢
睇下嗰個嘅產地有啲咩係適合賣嘅，有啲咩特產，又或者喺夏天嘅時候就儲定一啲冬天會大賣嘅嘢，而冬天咧亦都做緊係儲存一啲係夏天會大賣嘅嘢，就係咁樣咧。范蠡咧就得意啊！喺佢嘅從商生涯做得非常之成功，甚至咧係俾齊王咧係邀請做宰相。咁當時咧齊國咧就係出名啊，係商業非常之發達嘅地方。呢一次咧去請佢做官咧，其實都肯定咗范蠡係從商方面咧嗰個嘅成就係非常之大嘅。頭先一個就講咗兩個中國嘅故事，而第三個故事咧，我哋係會舉美國嘅洛克菲勒家族。你可能冇聽過，但係呢個家族嘅基金會所起嘅建築物，或者洛克菲勒大學等等，呢啲咧你都可能會聽過。佢哋呢個家族啊，到底起咗啲咩建築物呢？係包括喺911事件倒下來嘅世貿大樓啊，其實咧都係有洛克菲勒基金會咧係有份去籌建嘅。咁呢個洛克菲勒家族到底係有幾勁呢？咁就要講起啊。其實洛克菲勒同之前講嘅胡雪岩同埋范蠡一樣，都係出身好貧窮嘅。呢個家族嘅第一代嘅人咧係叫做約翰洛克菲勒，佢當時咧就非常之貧窮，而佢咧係點樣係開始展開佢嘅暴富之路咧？其實就係源於1850年代美國發現咗第一個油井，而有好多人咧就去挖油去賣石油，但係洛克菲勒咧就見到其實咁樣係唔得嘅，咁樣只會引致咧嗰啲價格非常之低，質量非常之差，於是咧佢就等咗一陣，然後就俾佢等到啦。係呢啲石油嘅質素啊，或者價格低下等等嘅問題咧，最終係爆發。然後咧，洛克菲勒就成立一間公司去低價去買啲油井，然後佢提出啊，呢啲石油我係唔係淨係買石油出去，而係要煉油，即係話咧要經過一啲嘅技術係精煉，令到呢啲石油嘅質素咧係可以提高嘅。咁呢個洛克菲勒咧，其實有幾件事係非常之出名嘅，其中一件就叫做克里夫蘭屠殺案。講緊係咩咧？就喺美國克里夫蘭呢個地方，當時洛克菲勒咧就開咗一間煉油公司喺度，而當時啊，其實仲有好多佢嘅係競爭對手都係煉油公司嚟嘅，但係洛克菲勒就喺短短幾個月之間，係將呢26間比較大嘅石油公司咧收購咗其中嘅22間，突然間佢間公司咧就做得非常之大，可以話係一時之間咧就暴富起來。而呢一個只係佢嘅係暴富嘅小故事。其實洛克菲勒係成立咗標準石油公司以嚟咧，係不斷咁樣做大，以致啊喺美國政府有一個叫反壟斷法咧，其實係好想係針對洛克菲勒家族嘅，但係足足係搞20年先至可以係起訴到呢個家族，而將呢個家族嘅公司再分拆成係足36間公司。你可以見到間公司嘅規模係非常之大。咁當中咧有啲嘅公司你可能都會聽過嘅，包括係雪佛龍啦，或者埃克森美孚等等。而呢個故事講緊係咩咧？並唔係話將佢嘅公司咧係分拆咗之後，洛克菲勒家族就斷咗嘅，而係啊佢又採取唔同嘅措施，令到一啲嘅家族嘅財富咧係得以傳承。另一方面咧，洛克菲勒其實咧都非常之係着重參與慈善同埋係一啲嘅醫療、教育等等嘅活動。例如啊，成立咗洛克菲勒大學。呢一間大學咧，其實係非常之犀利嘅。呢間大學咧，出產咗超過20個諾貝爾獎嘅得主。而喺醫學方面，美國嘅癌症組織亦都話好得益於洛克菲勒基金會嘅贊助。其實咧，係無論洛克菲勒又好，胡雪岩又好，或者係陶朱公又好咧，你可以睇到啊，佢哋都有一啲嘅特質嘅。首先，佢哋係個人意志係非常之強，佢哋好知道自己做乜嘢嘅。第二樣嘢就係其實佢哋幾位咧都係好鍾意去做慈善，例如話胡雪岩有一句名句叫做係幫到人先至係最大嘅財富，而洛克菲勒咧就成立咗個基金會，係不斷去贊助唔同嘅大學啊、醫療機構等等咧去造福社會。嗱，除咗呢兩點之外咧，仲有第三點就係政府嘅政策係非常之重要啊。無論你鍾唔鍾意個政府都好，政府嘅政策咧對個營商環境咧係好有影響嘅。例如胡雪岩同洋務運動嘅關係，又或者係陶朱公同齊國或者同越國嘅關係，又或者係洛克菲勒家族同埋當時美國政府嘅關係，呢啲咧都會影響到一間公司可以做到幾大，又或者係可以做成點樣嘅。嗱，翻到去各位老闆或者各位創業家呢一度啦，
你又有冇諗過啊？你嘅成功方程式係點樣可以計算到出嚟嘅呢？你有冇留意過而家嘅政府政策係點？你其實熟唔熟悉自己嘅性格係點？你或者係知唔知道自己嘅嗰個口碑嗰個能力係點樣嘅呢？呢啲其實喺唔同嘅商業諮詢入邊都可以有理論，或者係俾到一啲數據，可以令到你得到一啲嘅啟示嘅。唐朝嘅唐太宗講過：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其實係一啲嘅歷史故事啊，雖然講緊入邊嘅人都已經係過身，或者係年代久遠啦，但係咧佢入邊嘅價值，我哋都可以將佢提煉，然後將呢啲嘅精華咧係用喺我哋嘅營商事業嗰度，可以咧更容易揾到我哋嘅成功方程式嘅喎。無論係時勢做英雄又好，或者英雄做時勢都好，你都要了解到時勢係點，英雄係點，咁你條路咧自然就可以走得更加平順啦。今集嘅經營有道就講到呢一度啦。如果你對呢一集有啲咩意見，又或者有啲咩想聽嘅話咧，可以喺個影片下邊同我哋留言。咁我哋下集再同你分享更加多關於經營之道嘅心得。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本節目由樂活有方贊助。樂活有方係一個一站式樂活平台，提供多元化嘅產品、服務同埋課程，幫助每個人輕鬆擁有健康美麗嘅體魄，享受愉快豐盛嘅生活。快啲嚟掃掃屏幕上邊嘅 QR code，或者 WhatsApp 我哋了解更多啦。